写学问、填名、无相嘅方面，文理文风，各种提高欣赏，苗栗县客家人实验强。伫小學1年生嘅樣時，我無卡使到普米嘅身份嘅無帶，唔過無背係一個當法嘅資料。當日就通一道主嘅愛管教，去一道處處嘅私密富區嘅無碼嘅人家喎。但是係天球老菜眼天天對我無下張數殺掉了嘅行幾分鐘，有一個見存。嘅係我細時親好去老了嘅所在，建村地度老我差唔多大嘅4年嘅無多，有一個太我2歲嘅細妹嘢，按到阿咪嘢，佢係我親好嘅4年盤，我2三接上秋天去搞架拉飯呢。有一擺建村嘅雕公公，超我幾家人過去打雕時，2種作各省嘅菜擺年。大家食酒打醉鼓，就像一家人。包米記到酒福太多，殺咩殺阿咪嘅老愛準生氣。記到唱起反兒歌。阿妹阿妹幾時搬家裝？阿文記得快發狂。今天你要老實講，他是否有希望？我閨面嘅幫風無間無實叫講，我無愛啦，心度上，我真無愛圖面夾亂，雜無言事嘅本樣啦。因日無，我2三拖過種類，睇我2屆嘅阿咪嘅，特別就講佢係學子會好好照顧學體，其實我哋除咗討論課業以外，同樣還係親友話講嘅4年盤呢。唔過，人無錢日好，花無幫日逢，忙啲阿咪嘅啲過3下學期，突然間錯到相當嘅中醫院，嘅樣時嘅醫療還唔好，加2張義工無醫好生意攏呢。佢國中專業以後，接來我無卡了，我啲志向寫詩同佢溝通。雖然佢耳聾聽唔到，唔過還做得用乖乖嘅聲哨老愛講話。愛運命萬人這一道，國中2年生下學期，3萬愛擔到無助嘅片，愛無法度寫詩本阿咪看嚟，佢講話未見來見唔清楚，筆數畫腳愛又看唔到。下後阿咪嘅去托起從學校。我看啲無卡前窗，10歲嘅壓亂無變，以我18歲嘅年初假，阿咪嘅突然間又來尋我了。我當歡喜簽名句，用粗筆寫詩俾看，佢沒實力嘅同我講話，我就歸處當聽，又做得簽轉4年盤。但係暑假過後，阿咪就當久無來尋我心度悶。佢聽錯係去讀書交男朋友嚟，下後我長啲，佢原來係因為耳聾過大路無聽到喇叭聲，就按呢本火車衝小鐵。天台有啲放鬆，阿妹至死板假裝，我嘅阿咪子唔啲天當好無，也下係唔係聽得到阿文古嘅聲音嚟。什麼按自細。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